恁照这张药单去贴药啊？大夫啊，这粒药食落去，敢真正有效性？我就专门咧医这种的。不过吼，伊这有较久啊吼，这个粒仔若到时这药仔食的会消的，不过有一个气，面流会尿尿安尼啦。哎呦，迄性命啦，捡倒转来吼，迄上介重要。面水歹，迄不要紧，不要紧啦。哎，安尼上好啦，无你去贴药啊。多谢多谢。多谢你。王龙，我，大夫哦，嘿，咱借问呢，恁内面迄个姑娘是？哦，你讲伊哦，迄个柯公主的娘囝啦。柯公主的娘囝？嘿嘿。老爷，药我贴好啊。安怎？佫有啥物代志是？阿母，我拄看一个姑娘啊，足像咱查某囝月芳啊。月芳啊？你咧喊面哦？拄则咱要出来的时，月芳啊，拄还佫伫咧厝诶，哪有可能走来伫遮啦？也毋过哦，我捌听对周老爷讲过哦，讲因新妇哦，甲恁查某囝生得一模一样，生得真共呢。大夫啊，请问咧，迄个周老爷因新妇吼，号做啥物名？你敢知？陈月芬。陈月芬。哎呀，要安怎？阿爹甲阿娘拄恰有看到我，敢会找对遮来？阿童诶，要安怎？我阿爹甲阮阿娘看到我啊？足简单的啊，共款迄4字啊，顺其自然。安尼就对啊。你无甲恁阿爹阿娘相认，要哪会用的对无？你总是人的查某囝啊对。你的意思，我着爱去找因，爱去甲因见面咯。当然的啊，因为我讲互你听吼，你阁无偌久，就爱倒来阴间报道啊。你阳间这代志，你若无处理好势，是要安怎走会开骹，对毋对？你讲安尼，我知影啦。不过普通的，我已经往生遐尼久啊。阮阿爹甲阮阿娘可能早就甲我灭记起啦。即摆佫看到我，毋是加看加伤心的。哎呦，无法度啦！谁人要知影讲你是伊的查某囝，对毋对？你今仔日就既然甲做人的查某囝啊，你生成老爸老母，较好较歹拢是家己的啊，对毋对？你无相认，无是要叫什么人来家认？敢有可能讲我来家认你做阿爹阿娘对？月芬，阿娘，阿爹，你到底是月芬还是月芳？我是月芬。你是月芬？那安尼，你毋就是鬼咯？阿爹，你免惊啦，你哪咧遮？讲开话头长。迄个尊生爱无死，一定是去互你救去的，对毋对？恁两个既然都已经斗阵啊，想啊无要带倒转来咱兜，住踮喺遮咧。阿娘，你毋通袂记起，我已经是往生啊，我是鬼魂，叫互尊生，是因为伊故意老是我真爱伊，其实我安尼做嘛是毋对的。人家鬼哪可能斗阵一世人？早晚我嘛要转去阴间。戆查某囝，你是鬼，别人会惊；也毋过你是阮的查某囝，阿爹阿娘要哪会惊咧？是啊。今仔日既然叫阮转着啊，月芬的，你甲阿爹阿娘倒转来同家好无？阿芬啊，好顶都好好过。福玲，倒来啊！啊，小姐，小姐，你毋是咧房间内底？啊，你当时到婚礼厝，我哪毋知影？玉萍啊，你真好清楚，伊是大小姐，毋是二小姐。福玲，你还讲笑？我逐工拢嘛甲二小姐做伙，你甲我骗咧二小姐啊？玉萍啊，伊正经就是咱这个恁二小姐的大姐月芬啊。小姐，毋对，伊只是大小姐月芬。
夫人啊，我小姐毋是已经死个，咱即摆我徛咧遮。皮，你拄则讲，你拢咧伺候二小姐，你想看觅咧？二小姐面才有一粒记，我敢有？无咧，无咧，无啊，无，毋着鬼，我着鬼啊！我小姐，鬼啊！你莫怪，我是有照夫人交代吼，我拢提前要去甲你拜哦，我拢去甲你拜啊！你莫害我。皮，你免遐尔惊啦，你遐尔善良，我哪有可能会害你？哎呦，亲戚个啊！嘿，啊恁转来哦。老杨你是啦，亲家。相公，大芬，公公婆婆，哎呦，媳妇啊，啊你也来哦？嘿啊，亲家啊喂，无你即摆咧叫啥新妇啊？叫你莫咧爱讲笑，啊当然嘛是叫伊媳妇啊，伊是阮囝的某，啊我毋叫媳妇，无叫啥？对啊，无喏你，伊毋是恁囝的某啦，伊是我的大汉查某囝，月婚啊啦。老伊这是咧讲啥？啊，咱客囝的新妇就是咱的新妇啊，咱搁讲因查某囝，我听无啥啥。你有啥啥，我听啊嘛是回落落咧。毋对啦，这是阮的大汉查某囝，叫做月婚。好啦，来，我有电话代志要甲你讲，行。是嘛？但你嘛好心拜托的，他到底哦代志是安怎？你嘛爱讲我听，无我呢已经有啥啥呢？亲家亲，这代志若要讲起来是话头长啊，我尾头讲互恁听啦。好，鬼啊！鬼啦！我来生了这个模样，三夫无成人，二夫无成鬼，我知哦，这一定是报应。天公伯咧甲我整我咧甲我处罚啦！我哪生出来咧？我怪我啦！怪我！天龙诶，啊你是安怎啦？是安怎？是阿姨安怎啦？，你看看觅，我即摆生了这个模样，我是要出去外口，我快去死死的啦！天龙啊，你毋通安尼黑白想，莫安尼黑白讲啦。啊，当身躯白疼，啥物人无咧？搁再讲，即款镜头也毋是干那你啦。咱即摆规庄仔头吼，自从做水灾了后，偌尼济人拢嘛生头发尾，啊，搁有人比你较严重咧。阿姨嘛有请迄个上界出名的医生来甲你医吼，你药啊，但是照时间食会好啦，会好啦。阿姨，你莫安慰我啦，我知我这袂好啦。啊，我想咱规家伙拢无人着甲我着这个镜头。好啦，你乖乖听阿姨的话。阿姨哦，已经伫咱这庄仔内吼，上界出名的即个金发堂，请即个大夫人去拆这药啊，讲我有效咧，你逐工照时间甲食。啊，不爱啦，我不爱食啦，我不爱食。哎，你着听阿姨的不话啦。爱啦，我不爱天食。龙啊！阿娘，阿娘，你免烦恼啦，你去休困，这代志哦，我来处理。天龙，那我来，你甲我讲，我即摆生了这个模样，我这妹妹是报应，我当初一直咧笑准生啊，即摆我要甲伊共款啦。是毋是报应？即摆已经拢无重要啊！即摆上重要的是，你人咧破病，破病就爱食药啊，毋才会好啊。食药啊！只讲食药会好，我良心嘛会不安，准生已经叫我害死啊！你若知人去改过，安尼上好。你慢慢先过接治家己。我老实甲你讲，俊生哦，伊根本就无死。无死，无可能啊！迄火我放的啊，规餐房拢都烧了了，哪有可能无死？你真少甲想看觅，当初你伫迄茶房放火要烧死俊生的时阵，是毋是有转去找尸体？结果四界拢嘛找无伊的尸体，敢若看到伊的玉佩，这就证明讲俊生并无死。是讲你哪知影？我哪知影的？你免问遐济。上要紧的是你怎啊知影通火解就好啊，还佫有爱紧食药啊。你嘛爱认好清楚，感觉甲手甲这件亲事是指别未婚的，因为这种代志千万唔通勉强，你也会记住。我讲的嘛是有理哦。
缘分是袂当勉强。讲真来讲，咱俊生若无死，我良心就袂不安啊嘛。像今日感觉真奇怪咧，迄外风啊，你讲话甲普通车拢无共款呢。外风啊，